AI 啊，呢個打印機點用啊？喂 AI 啊，幫我諗下中午飯食啲咩啊 ？AI 啊，我點樣先可以發達呢 ？AI 啊，我點樣同老細講呢份方案我哋唔夠 budget 做呢？請你不如請個 AI 啦，請你不如請個 AI 啦，請你不如請個 AI 啦。兄弟，唔使咁灰喎 ，AI 再勁都係我哋人訓練出嚟嘅，不如你都順應時代浪潮，去考翻張證傍下身嚟。咁你有咩好推介？嗱，啱啦，嚟緊灣區社咧就會舉辦人工智能訓練師嘅培訓啦，4嚿水包晒所有嘅課程同埋考證噶啦。呢個課程有咩用啊？咁當然係有用啦！依家 AI 人才需求咁大，考完可以拓展下你嘅就業前景啦。同埋呢個證咧係我哋國家人社部門認可嘅，全國通用嘅終身都有效㗎。除咗人工智能訓練師嘅培訓啦，灣區社未來仲會爭取更加多優質嘅職業技能培訓資源嘅，咁包括有咖啡師啦、西點師啦，幫助港人可以提升職業技能，增加職場嘅機會嘅。與其原地焦慮，不如增值自己，擁抱未來。快啲 contact 我哋，了解更多啦！